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能源为本案的用枪的哦，几多国家如提研发替代能源，可能天料天初会引来引贵，主栏的有到全市通水粮食温度控制嘅协助农，未想办法而来上天。最近屏东县有亚家协助户上作业安内雅士气发电设备，同主事熟悉处理过后，收回来发电。屏东县政府还在去年底新颁布嘅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当中，强制新开嘅畜猪场如爱到一个雅士气发电设施。而家发展的情形用呢，看下来看下先。然后这台是早期发电机，然后我们平常会用这台是救命。同乡的小基点是个卡装的发电设备，采用气、光度、后栏破板。现在大家都在讲节能减碳嘛，我是觉得早期发电啊，应该在国外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了。然后恰好也屏东县政府就是要来发展这个早期发电，有给我们一个补助。然后我说趁这个机会我们来做做看。老一般柴油发电机的用药，采用现用的发电机是烧雅士气的，雅士气是烧主料来的。这个原本是没有火星塞，那这个就把它改装成火星塞，然后沼气从这边进来。其实用主事雅士气发电的原理很简单，就是经过破气应用手法产生甲烷，熟悉过后，过送到发电机一烧就做来发电的。早在20年前，台湾就开始推行用雅士气来发电。当时政府也补助一道协助的人装来发电的设备，不过还冇到1年。雅士气发电机上菜废铁，过后协助的人家，但是也唔肯过事前而嫌麻烦。因为没有考虑到硫化氢，所以一般的发电机大概用不到1年，引擎里面都腐蚀的差不多了。所以当时所有的养猪户，只要有做沼气发电的，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也合定入在努力合。除了提升呢，除了就是雅士气度的硫化氢的技术，也无以研究新的引擎，到柴油的引擎改装作无压缩比的雅士气的引擎。虽然技术等级还比其他国家还较落后，不过便宜的驾驶也都会竞争力。一般如果说以正常的养猪业来讲，它基本上1500头以上。就可以做一个沼气发电这个设备，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你本身在验气池方面你要做得够。发有4个班按度，有个价钱头为主的乘用器，啲前年就4个几百万元，装一套雅士气发电设备，真开始再因为雅士气熟悉的冇问题，供电也唔拉。它的供电不够亮。我们这一台是60千瓦的正常来讲应该可以供应到150到180安培，可是刚开始的时候都在80到90安培太少。不过10技术也是主事雅士气的特性，因为地度的甲烷的比例唔高，故所发电的功效接受冇到一般。沼气发电机因为牵涉到它里面甲烷的含量，一般畜牧用的沼气。它里面的甲烷含量大约在50%到60%，所以说它的热值相对而言没有那么高，所以一般我们在计算的时候你假如是以100千瓦的发电机，它的实际负载你把它最多你给它保守一点是达到差不多50%，也就是说100千瓦发电机你可能只能实际发挥到功用到50千瓦。就算享有一般的功效，不过对乘用器的主料来讲。大张也是上的一般客家的天料，这是叫变频空调它用变频器去控制它是以0.1度 C 为它的那个转变的数字所以说你看我们家里面的那个变频空调还没有那么细乘用器为了帮助的做啲空间的环境来成长，用的全磁筒的24点钟水电温控的内筒。故所来添係做唔係團體咧，因為雅士氣發電設備做唔是夾團體呢。第一个省电，它可以取代我们现在猪场大概60%到70%的电力。
然后第二个是，如果停电的时候，它很好用啊。哦，如果台电不小心停电了，或者台风来的时候，它沼气还是照常有啊。陈永琪按算，最多3年的时间，也通过时期发电设备的成本做的费数，无听错汉一百做的意思每天而准退休金。2、3年就可以回收了啦，而且它可以用超过20年，所以我把它当成退休金在存。打算我退休的时候，那个下一个执行长来养，我就负责收电钱就好了。好啦，迄安尼内底较歹做人过啦。啊这样，你拢是边啊，向边啊。四支拢变向边啊。啊这嘛向。有个为3万投资的主农、苏棚行较太大，4个几千万元，当地做全新的应用池。大概6只篮球场安排嘅应用池，做嚟处理几万吨嘅主事主要一条。苏棚安说，喺100装嘅发电机过后，大正嘅做嚟为主料上贴22万元嘅天料。我现在在做，有很多同业已经来看，他们也是在看看我们这个做的以后成效是怎么样。不过成效好像有可能。有啊，搞不好我们以后养猪，猪没有赚钱，可能会赚到这个猪大便。你看这水很清哦，而且没有味道，你可以闻看看，有一点像茶叶的味道。为什么？为什么你的水会？就是因为处理得很好啊。就是按那发电，再经过完整的营养发酵，故所处理过的污糟水，地度的有机质就更加少，一般排放出来的无害的水更加强烈。同时，调摆这只非法到空气度的甲管，小铁过后也稍微1度。如果经过厌氧的沼气，就经过发酵的话，它就能够把很多的这个有机质就消化掉了。所以，沼气发电是对养猪户，它可以沼气发电可以得到发电的效益，同时它的排放的水质也会跟着好起来。一个甲烷，它如果没有经过燃烧，它直接排放到大气里面，一个甲烷大概等于25个二氧化碳。那我们讲的温室气体效应主要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说你把甲烷经过发电机燃烧以后，它本身对整个大气的影响就可以降到最低。因为按样，广东人协助的屏东业，在2011年代，也全国第一个强制规定，下100新造的主料都要做亚石气发电的设备。我们在新设的法条上说，你一定要用沼气发电。新设的部分呢，否则的话你不符合这个时代标准的话，你排放出来，我们环境受不了。所以讲的2020年呢，主持亚石气发电，因证台电的需求加湿，演变一条能更加大，发电的技术又唔咩好，一切无法变作主要的再生能源。不过因这天料进去，做个上天料的亚石气发电，无天草会变作协助的农业天草要有的设备。